宣调，全地拢着对上帝来出欢喜的声。唱歌学落伊的名的荣光，用学落的话来显明伊的荣光，着对上帝讲：你的所做遐通惊，因为你的大权能，你的对着要降服你，全地要敬拜你，吟诗学落你。吟诗学落你的名，请咱备办好咱的心，咱要做伙三甲来祈祷。全能的阿爸，天父上帝，我满心的感谢学落你，因为若无有主你的看顾甲照顾，我就无倒来生存咯。求着主，你的神来引带着我，透过主你的奴仆，会当虔诚来带领着你的正百姓因。无论是伫美国，还是伫台湾，或者是伫全世界任何的所在，我们做伙透过网络来做礼拜。胡萝卜今仔日来宣扬你的福音，胡萝卜会通遇到遐腰喙焦耳无记的农真。仰望上帝你的人，来传达主你的真理甲稳定。但是顶礼拜我也我伫为着美国频频发生的这个枪案、枪击案来祈祷的时，但最近伫这2天，又搁伫这个华府的特区传来这个枪声，枪手对这个华府一栋这个公寓，伫这个22号下午对他们往外面来开枪，所以造成3名的成人以及一个未成年来受重伤。
附近的学校嘛遭受到这个封锁。伫现场有看到情形的人，因对电视台来表示，因拢有听到至少有100声的这个枪声。这种的这个枪击案是袂停止的。而美国的这个枪击的问题，原本是政府甲金主之间互相利用这个共赢赢。但美国治安社会就是会愈来愈歹，所以生活伫这个自由世界的北美，大家拢着爱自求多福咯。在全世界，除了肺炎病毒已经渐渐稳定落来，总是伫台湾，确实一定拢有这个本土的病例会出现。恳求上帝来赐予人民，互正本是有一粒悔改的心，大地也要摕到意义，愿望着上帝的这个大恩典来帮助着咱的这个台湾。但今仔日，我阁一摆透过这个 YouTube 网络的礼拜，要来敬拜乌罗里，佮佮助力的人民，互今仔日所有参与这个网络礼拜以及实体聚会的这个乡亲兄弟姊妹，会当做伙用着心灵、诚实来敬拜你，来服侍你，互助力的名通得到荣耀。互阮每一个人拢会当食做上帝要赐福的管道，会知恳求主你，先来清起落幕的嘴，圣神也来感召阮每一个人的这个心思意念，互阮有无稳一个主人，互阮诚心的感谢祈祷，拢是奉主耶稣的圣名来求，阿门。咱做伙来听上帝的话，记载伫约书亚记第3章第1节到第3节。第1节，天光，约书亚透早起来，甲以色列众人拢离开什亭，来到约旦，还未过去，就歇伫遐。听候过河，过3日，官长遍行营中，命令百姓讲：恁看见耶和华，恁上帝约柜，佮看见祭司利未人更衣的时，就离开恁的所在，来缀因的后面。第2位圣经节。记载伫撒母耳记下卷第6章12到15节。12节，有人甲达比龙讲，上主因为上主的柜束缚伫俄别以宗的家，佮见那属伫伊的，达比就去欢喜跟上主的柜。对俄别以宗的厝来到大闢的城，跟上主约柜的人行6步，大闢就献一只牛，佮一只肥的精生做祭祀。大闢伫上主的面前尽力跳舞，大闢下右色部的祭祀服，安尼。特别甲以色列全家跟上主的约柜来，出欢喜的声，奔扫角。这是上帝的话，记来读，甲听遐有言，佮遵守其中所记载的，拢有福气，因为日期近啊。阿明。俄罗
当圣神伫我的心内，当圣神伫我的心内，我变着俄罗主，亲像当年的大帝王迄款的喜乐。阿免。相信伫我心内，我要乌罗主，亲像当年大帝王。当相信伫我心内，我要乌罗主，亲像当年大帝王。乌罗主，乌罗主，亲像当年大帝王。乌罗主，乌罗主，亲像当年大帝王。相信伫我心内，我要来跳舞，亲像当年大帝王。当相信伫我心内，我要来跳舞，亲像当年大帝王。来跳舞，来跳舞，亲像当年大帝王。来跳舞，来跳舞，亲像当年大帝王。相信伫我心内，我要拍拍手，亲像当年大帝王。当相信伫我心内，我要拍拍手，亲像当年大帝王。拍拍手，拍拍手，亲像当年大帝王。拍拍手，拍拍手，亲像当年大帝王。相信伫我心内，我要乌罗主，亲像当年大帝王。当相信伫我心内，我要乌罗主，亲像当年大帝王。乌罗主，乌罗主，亲像当年大帝王。乌罗主，乌罗主，亲像当年大帝王。相信伫我心内，我要乌罗主，亲像当年大帝王。当相信伫我心内，我要乌罗主，亲像当年大帝王。乌罗主，乌罗主，亲像当年大帝王。乌罗主，乌罗主，亲像当年大帝王。相信伫我心内，我要来跳舞，亲像当年大帝王。当相信伫我心内，我要来跳舞，亲像当年大帝王。来跳舞，来跳舞，亲像当年大帝王。来跳舞，来跳舞，亲像当年大帝王。相信伫我心内，我要拍拍手，亲像当年大帝王。相信伫我心内，我要拍拍手，亲像当年大帝王。拍拍手，拍拍手，亲像当年大帝王。拍拍手，拍拍手，亲像当年大帝王。相信伫我心内，我要乌罗主，亲像当年大帝王。当相信伫我心内，我要乌罗主，亲像当年大帝王。乌罗主，乌罗主，亲像当年大帝王。乌罗主，乌罗主。
心内，我要有路子，亲像当年台北王。当相信伫我心内，我要有路子，亲像当年台北王。有路子，有路子，亲像当年台北王。有路子，有路子，亲像当年台北王。当相信伫我心内，我要来跳舞，亲像当年台北王。当相信伫我心内，我要来跳舞，亲像当年台北王。来跳舞，来跳舞，亲像当年台北王。来跳舞，来跳舞，亲像当年台北王。当相信伫我心内，我要拍拍手，亲像当年台北王。当相信伫我心内，我要拍拍手，亲像当年台北王。拍拍手，拍拍手，亲像当年台北王。拍拍手，拍拍手，亲像当年台北王。当相信伫我心内，我要有路子，亲像当年台北王。当相信伫我心内，我要有路子，亲像当年台北王。有路子，有路子，亲像当年台北王。有路子，有路子，亲像当年台北王。当相信伫我心内，我要有路子，亲像当年台北王。当相信伫我心内，我要有路子，亲像当年台北王。有路子，有路子，亲像当年台北王。有路子，有路子，亲像当年台北王。当相信伫我心内，我要来跳舞，亲像当年台北王。当相信伫我心内，我要来跳舞，亲像当年台北王。来跳舞，来跳舞，亲像当年台北王。来跳舞，来跳舞，亲像当年台北王。当相信伫我心内，我要拍拍手，亲像当年台北王。当相信伫我心内，我要拍拍手，亲像当年台北王。拍拍手，拍拍手，亲像当年台北王。拍拍手，拍拍手，亲像当年台北王。当相信伫我心内，我要有路子，亲像当年台北王。当相信伫我心内，我要有路子，亲像当年台北王。有路子，有路子，亲像当年台北王。有路子，有路子，亲像当年台北王。相信伫我心内，我要有路子，亲像当年台
披红。同相信伫我心内，我要学落主，亲像当年大披红。学落主，学落主，亲像当年大披红。学落主，学落主，亲像当年大披红。伫我心内，我要来跳舞，亲像当年大披红。当相信伫我心内，我要来跳舞，亲像当年大披红。来跳舞，来跳舞，亲像当年大披红。来跳舞，来跳舞，亲像当年大披红。相信伫我心内，我要拍拍手，亲像当年大披红。相信伫我心内，我要拍拍手，亲像当年大披红。拍拍手，拍拍手，亲像当年大披红。拍拍手，拍拍手，亲像当年大披红。我心内，我要学落主，亲像当年大披红。相信伫我心内，我要学落主，亲像当年大披红。学落主，学落主，亲像当年大披红。学落主，学落主，亲像当年大披红。各位乡亲士大，亲爱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大家好。有一出电影，代表说讲一个小乡社内面的一个篮球队，伫一摆真要紧的比赛中间，教练就吩咐一个球员就要入去参加比赛。那么这个球员是一个真虔诚的基督徒，所以当伊要入去球场以前，伊就跪落来祈祷。总是伊祈祷足久的啦，祈祷伤长吼，所以意思讲，这个球赛被长暂一段时间，所以最后这个教练就忍受袂了，就行我来伫伊的身躯边对讲：少年诶，上帝爱你现在就马上上场去参加比赛哦。然后咱今仔日有真侪人，就亲像这个球员一样，常常伫球场边仔不断的祈祷、呼求天边上帝，求上帝互咱会当赢这场的比赛。总是呢，却一直毋肯入去参加比赛。伫这个以色列人的历史的中间，约柜伫倒落。是一个真要紧的代志，而约柜是代表着上帝这个荣耀，有上帝同在，甲大权能。所以伫这个规约中，约柜捌被关到无共款的这个所在去，所以带来真侪人有无共款的反应。有的人真热烈来欢迎，有的人煞真惊伊，有人规起来拒绝。就是有人要利用这个约柜，对这个旧约约柜的旅程，到伫这个新约的时代，伫最后所记录进入这个人群的中间，最后来到这个现今的世代，咱伫听后基督的再来的心情，敢毋是嘛？就是安尼死嘛？所以今仔日要互咱做伙来看这个约柜捌去过的所在，以及最后所要入去这个耶路撒冷这个经过，所要带来互咱的几个这个提醒，这真要紧哦。咱三个来学习。第一个提醒，约柜伫示罗的日子，撒母耳上卷3章第1节，
讲讲迄时耶和华的话真少，为什么？因为老祭司以利通用伊两个囝儿为非作歹，囡仔撒母耳就无共款咯。迄时伊住伫即个圣殿内面，有一日暗时，耶和华上帝伫叫即个撒母耳的名，伊马上就听到，所以最后会踢掉人的耳孔。总是一个纯真的囡仔，会认真听到上帝的即个声音。第二个提醒，上帝毋是亲像祝福俱乐部的老板呢。当以色列人甲非利士人伫相战，以色列人拍输，所以因将约柜就扛到战场，求上帝祝福因来拍赢。总是因着因的罪，上帝并无帮助以色列百姓，所以任凭非利士人来掠走伊的这个约柜。所以这段故事中间，以色列将约柜当作是这个护身符啊！总是上帝毋是布袋戏内面这个插头红啊呢，可以随着人去甲伊人去甲伊演。上帝袂惊单单爱伊祝福的人，上帝是惊真正追求伊靠伊的人。第三个提醒，约柜伫这个大君庙。非利士人将约柜放伫大袞庙内，大袞是这个非利士人敬拜的神。上帝生气就摒伫这个偶像的身上。到早起时，非利士人发甲因的这个大袞拍伫地面上，头壳甲双手拢断去，所以非利士人真着惊。圣经讲，所以大袞的祭司甲一切。即个阿实突大袞庙的人，拢无踏大袞庙的这个门这护顶，到伫今仔日，以色列人因着罪缘故，就是讲出上帝同在约柜，嘛无法度来拍赢。第四个提醒，敬畏上帝丰富的同在。那么代表。甲以色列人欢欢喜喜来迎即个约柜倒转来耶路撒冷，贵为一国之尊的大帝王，伫即个迎即约柜的路上，带头极力来跳舞。伫旧约中记载真侪属灵前辈这伟大的代志，因拢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对上帝充满着这个热情。其中上帝的国王大卫被称作合上帝心意的人，是因为伊看重上帝的代志，超过一切这代志。伫大卫王定都伫耶路撒冷了后，伊大先关心的是迎即倒转来被忽略的这个约柜。约柜是代表上帝的同在，是上帝要赐福的记号。特别叫伊将约柜要放伫耶路撒冷的会幕中，准备要重建这个敬拜俄罗上帝的礼仪。兼在大卫伊心中过头着急，伊无事先求问上帝，却忽略了摩西律法书顶悬严格规定，所以冒犯了上帝的这个圣洁，所以第摆运约柜的行动无成功。所以3个月了后，伊才知影问题伫倒落。圣经描写讲，大卫就去欢欢喜喜的将上帝约柜对这个俄别以东的厝中放到大卫的城内。放约柜，耶和华约柜的人每行6步，大卫就献一只牛，甲肥羊一只做祭物。大卫穿着这个右地步的衣服顶。伫耶和华面前极力来跳舞，即款大卫甲以色列全家欢呼奔扫角，将耶和华的约柜来甲伊扛起来，扛入来。所以大卫用到这个极其无共款的方式
来表达出伊内心的这个喜乐。伊对这个五百以东厝中来扛到这个大鼻城，约略有15公里，扛约几个人每行6步，大鼻就献上羊牛做献祭。想看觅，伫这段路就爱献偌济只牛羊呢？特别佫着穿着这个祭祀的礼服，伫耶和华面前极力来跳舞，正百姓大声欢呼，奔好甲，欢欢喜喜的将上帝约柜甲搬倒转来。我要请问恁吼，恁敢捌去看这个棒球的比赛嘛？我捌呢，我甲无顺哦，伫这个纽约是洋基这个球场，哇，有够精彩，有这个非常的临场感。所以当咱支持的这个球队，若是得分的时阵，也是爱讲出一句话语人的时，咱敢会点点啊无出声，保持真严肃的这个面相嘛？我想应该袂安尼啦，大家拢会拍手、喝响，会跳起来丢跳，安尼无叮当你的旗啊，也是这个传声筒吼，因为咱赢了，咱得胜了。这个就是大卫的心情，伊内心极其的快乐甲感恩，特别看到上帝即摆肯入去这个城内，伊真欢喜，所以伊就将慷慨来献祭，伊所袂记哩家己的身份，就着这个祭祀的礼服，伫耶和华面前极力来跳舞。所以当大卫将上帝约柜成功安置伫该藏的所在，佫献完了这个烧祭甲平安祭，伊就奉万军的耶和华的名，甲这个百姓祝福，并且分予一切的众人，无论是男女，每一个人一个饼、一块肉、一块酒，还是讲一个葡萄饼，所以众人就各人返去伊的厝内。所以大卫就成做圣经中唯一请全国百姓食饭的这个国王。伫这个圣经中，捌有几摆提到400人的这个故事，咱来主要所记到，有一摆400-5千人，另外一摆400-4千人，却无有亲像大卫王来400全国的人。所以大卫伊是跳舞进入这个耶路撒冷了后，完成这件代志，而且伊互百姓毋是单单一样食面尔定，乃是有饼、有肉，佮有酒这3食面，伊赐互百姓有3份的这个祝福。所以所有这个以色列人中间，只有一个人无欣赏大卫的跳舞，迄个人就是伊的某米甲。特别吩咐以色列百姓都爱组织来做伙，来迎接这个约柜。所以米甲一开始就无听探王的命令，伊挑故意留伫厝内，伊就是要迎接这约柜的行列，是一个真无意义的游行的队伍。总是伫得批评的时阵，百姓却经历了上帝丰富的同在，以及大卫王予因的这个祝福。大卫伊的某来保证，伊绝对无停止伫耶和华面前表达出伊的喜乐、懊恼甲敬拜，甚至伊也无伊要搁较卑微来看轻家己，伊无在乎别人来想伊安怎样，伊管你摒空伊家己的见笑、甲屈辱、甲一国之君的地位。伊却伫上帝面前，要搁较来谦卑家己，按照圣经的方法来敬拜上帝。所以当所有人欢欢喜喜来领受到大卫的祝福，只有扫罗的查某囝米甲无欢喜。伊看到大卫虽然是贵为君王，总是却无君王这个庄严的体统。伫约柜面前，亲像细汉囡仔一样欢呼跳舞，甚至掀起伊的衫裤，
所以轻时来踢笑伊。美国显然只有爱着杀死大汉人战士大笔，也爱着尊贵的国王大笔尔尔。总是伊却看袂起眼前这个热情谦卑的查甫人。妖怪是毋是会当倒转来？米卡伊根本无伫关心，伊所重视的就是体面，是一种上流社会这个体制，伊毋是对上帝的热情甲忠心。所以特别对米卡的回答，互咱看到伊毋惊别人要怎样来看伊，也是踢笑伊。特别讲吼，我也要搁较谦卑，家己看做轻贱。你所讲的这女婢，因颠倒要尊敬我，所以大比无后悔伊家己的举动，伊听上帝较过头，听家己的民主的顶面。大比深深体会到伊家己的卑微，伊知影伊是上帝对阳关的中间来竞选伊出来，互伊成做一国之君。所以伊袂因为国王的这个体统，也是着保持某种的形象。来检测伊对上帝专心无保留的这个懊恼。那么，代表最互上帝懊恼的就是伊的敬拜懊恼。伊不但家己伫上帝面前极力的跳舞懊恼上帝，也是为着以色列国入到这个敬拜模式。所以代表的敬拜内面有诗歌、有乐器，佮有跳舞。那么，这个也继续流传落来，所以今仔日以色列百姓依然是用着这款的方式去敬拜俄罗上帝。所以以色列人跳伫这犹太人的中间，称为做大卫的舞 ，David's Dance。所以对大卫王到现在已经有3000多年的历史了。我捌看过一个85岁的牧师娘。伫这个聚会中间，伊挡袂牢就爬起来跳舞。伊的舞步真简单，就是倒边搭一个，搁正边搭一个，安尼尔定。总是伫伊的面墙顶啊，却有真大的喜乐佮光彩。我慢慢看到一个阮所熟悉的姊妹，每一摆这个敬拜俄罗的音乐进来出现的时，伊就忍受袂了，就爬起来跳舞。那么当时有真侪人看袂习惯，就甲伊打这种的真无礼貌的这个标签啊。就是今仔日，这个姊妹伫全世界各地的这个教会、老人院、甲孤儿院，却是用跳舞来服侍上帝，带人有极大的这个祝福。阿们。米甲听特别的心法性是一定有的啦。就是这个米甲自我的意识真强，所以当大卫的表现无亲像尊贵的国王的时阵，伊无照上帝的心意，就要去尊重伊的丈夫，结果家己就处着这个见效。所以所有的查某囝米甲到死的日，拢无生养儿女的。所以我要奉劝咱大家，毋通专注伫你家己的困难甲无方便的所在。要提煞你所有的借口，踏入去球场去参加比赛吧，跟对着约会去吧。伫你的工作场的所在，甚至伫这个超级市场，伫你的厝边，伫你的朋友的厝内，还是伫亲戚的中间，对某一人担落着最后所祈祷的事，爱关心伊，爱去疼惜伊，你就要有夜整子以后迄款的喜乐。甲期待，阿免。回应诗歌，大卫的舞。哦，亲爱的圣神，愿欢迎你来，愿你将迄个降临伫大卫身躯顶的这个敬拜俄罗的神，但今仔日也要降临伫阮的中间。但现在阮
要来到主你的心不足前，要来欢喜快乐，要来讲歌跳舞，要来敬拜欧鲁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相信荆棘我的心，我的心要哪里？当相信荆棘我的心，我的心要敬拜你。相信荆棘我的心，我的心要哪里？相信荆棘我的心，我的心要敬拜你。充满喜乐的舞，上帝行入来跳台边的舞，台边的舞，充满喜乐的舞，上帝行入来跳台边的舞。相信荆棘我的心，我的心要哪里？相信荆棘我的心，我的心要敬拜你。台边的舞，充满喜乐的舞，上帝行入来跳台边的舞，台边的舞，充满喜乐的舞，上帝行入来跳台边的舞。相信荆棘我的心，我的心要哪里？相信荆棘我的心，我的心要敬拜你。台边的舞，充满喜乐的舞，上帝行入来跳台边的舞，台边的舞，充满喜乐的舞，上帝行入来跳台边的舞。上帝行入来跳台边的舞，上帝行入来跳台边的舞。相信荆棘我的心，我的心要
先是支持我的心，我的心要努力。先是支持我的心，我的心要敬拜你。大地的母，充满喜乐的母，上帝行子，咱着大地的母，大地的母，充满喜乐的母，上帝行子，咱着大地的母。上帝行子，咱着大地的母。上帝行子，咱着大地的母。先是支持我的心，我的心要努力。先是支持我的心，我的心要敬拜你。先是支持我的心，我的心要努力。先是支持我的心，我的心要敬拜你。充满喜乐的母，上帝行子，来到大地的母，大地的母，充满喜乐的母，上帝行子，来到大地的母。先是支持我的心，我的心要努力。先是支持我的心，我的心要敬拜你。大地的母，充满喜乐的母，上帝行子，咱着大地的母，大地的母，充满喜乐的母，上帝行子，咱着大地的母。哎呀，耶！先是支持我的心，我的心要努力。先是支持我的心，我的心要敬拜你。大地的母，充满喜乐
条，请咱同心三甲来祈祷。亲爱的爸爸上帝，阮感谢你。今日阮对圣经约书亚记第3章第1节到第3节，撒母耳记下第6章12节到15节，阮做来思想，针对着约归去，对今仔日信息中间，互阮知影，特别互深深体会着家己的这个卑微，伊知影伊是对上帝羊圈内面竞选出来，称做一国之君。所以，伊袂因为国王的体统，还是要保持某种的形象，来减少伊对上帝专心无保留的这个懊恼。特别最后上帝懊恼的就是伊的敬拜懊恼。伊不但家己伫上帝面前极力来跳舞来懊恼上帝，伊也是为着以色列列国入到这个敬拜懊恼的模式。但特别的敬拜内面有包括诗歌、有乐器、有跳舞，那么这会也继续流传落来。所以今仔日以色列百姓伊愿用这款的方式来去敬拜俄罗提拜上帝。所以以色列人伫跳舞伫犹太人中间，甲伊称作大卫的舞 （David's Dance）。对大卫王到现在，已经有3000多年的历史了，所以我要奉劝咱大家，唔通干那专注着你家己的困难、甲无方便的所在，就要提起所有这借口，爱好胆踏入去球场去参加比赛吧，就针对着约规矩吧，伫你的工作场所。甚至伫超级市场，伫你的厝边隔壁，还是伫你的朋友厝内，还是伫亲戚的中间，但是对某一个人伫谈论主要所基督的事，就要关心伊，就要疼惜伊。安尼你就有要有夜整子以后迄款的喜乐甲期待。哦，亲爱的阿爸爸上帝，阮感谢你，你使我们每一个人有无共款的这个恩赐。每一摆，阮使用这个文字来帮助别人的事。伫你的眼中，阮就是在服侍你，互阮会通放落家己熟悉的生活环境，根据你的带领来服侍别人，帮助阮会通行入这个球场，为着主你来比赛，互主你的名被高举，带领更较侪人来认捌你。但阮同心的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那这点，阿赖山牧师要甲恁祝祷，愿天父上帝赐下甲怜悯，最后做基督恩典，圣神不会所感动甲交通，甲亲爱兄弟姊妹同在。伫教记做面迄日，奉爸囝圣神的名，阿门。一个乡亲时代，兄弟姊妹，咱今日的实体礼拜甲网络礼拜，到这就要过一段路。咱嘛后悔同一个时间。无论伫教会、伫空中三见面，愿上帝赐福保护恁，阖家平安万事如意。再会，拜拜。愿恁平安。恁着记着万变是最好事，甲伊行说来归遍上帝，着甲因遵守主的命，普天的传福音救灵魂。愿
好化乎伊的面光照你，愿因平安，愿因平安，愿被上帝欢喜的面看你。认着基督万百姓做下成改行，虽然归遍上帝，着甲因遵守主的命，令普天的团互因救灵魂。阿罗哈哦阿罗哈哦，我命我互伊的面光照你。阿罗哈哦阿罗哈哦，我背后地欢喜的面看你。